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有一位太太呢，她请了一位油漆师傅到她家里面呢，去粉刷这个墙壁啊。这个师傅呢，走进门以后，看到她的丈夫啊，双目失明呢，她顿时呢，流出一种怜悯的目光啊。可是这个男主人呢，却非常的开朗乐观。所以这个油漆师傅呢，在这户人家工作的这几天里面呢，他们谈得很投合，很契机，很愉快。这个油漆师傅呢，也从来没有提到说这个男主人的生理缺憾呢，他没有提这个话题。两个人呢，彼此很融洽。这个油漆师傅粉刷完这个墙壁以后，就取出这个账单呢，递给那位太太。那位太太呢，接过来一看啊，发现到比原来已经谈妥当的这个价钱呢，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。他不了解的就问了那个油漆师傅说：“你为什么少算了这么多呢？”这个油漆师傅就回答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，他使我觉得自己的遭遇还不算最坏呀，所以我减去了一部分，算是我对他的一点谢意呀，因为他让我把工作看得不会太辛苦。”这个油漆师傅呢，对她丈夫的推崇啊，结果使得这位太太呢流下了眼泪啊，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师傅只有一只手啊。我们有这个公案呢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。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人生，但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观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，但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境；虽然我们无法去调整环境来适应自己的生活，但你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这个环境，而态度呢，就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了。所以知足的人呢，看到的都是穷苦人家的苦；不知足的人看到的都是富贵人家的乐，那种安乐。你只有欣赏别人，我们能给予别人一些，自己却能得到无比的幸福跟快乐。所以过去的古人告诉我们，最慢的步伐呀，不是缓慢，而是徘徊；最好的道路不是叫大道，而是耐心；最大的幸福不是得到，而是感谢了；最好的财富啊，不是金钱，而是满足；我们最多的自由不是你拥有，而是能放下。所以我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伟大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可以带着伟大的爱来做一些小事啊，点点滴滴，只要你看得到，你能力所及，你就能够为他奉献。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温暖呢！所以我们要经常力行善事，要累积福德，以后我们不但在现实当中很快乐、很惬意、很安详，无灾无难，我们来世也因为你有无比的这种爱心所累积的功德之粮，所以你会到很好的地方，到一个吉祥的宝地，过着一个最幸福、最安乐的生活。今天我们来赞叹这个油漆的师傅，他手已经断掉了，但是他爱心的付出，本来谈妥的价钱，他愿意折扣、折扣再折扣，原因就是为对方着想。所以你随时随地，我们都可以为别人来付出，这是世间最可贵的、最令人赞叹的地方。今天用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来跟各位大家分享。阿弥陀佛。